我叫邱业明，是一名高三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游戏里总有一些状况是无法预测的，难度不断升级，关系扑朔迷离，危险说不定就在下一刻发生。青鸾舞尽，哀鸣至绝，先行之人也未必不信。孤鸾之悲伤，才是致命之痛。只是不知绿萝能否承受。人各有命，各司其主，命之所至，不得不为。若两人必有一人痛苦，绿萝愿成受难之人。能够死在先生怀中，绿萝也算死得其所。你是何人？你个臭男人，负心汉！人家对你这么有心有意，你居然杀了人家！你又知道什么？你管我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我今天要杀了你！滴血模式，枫叶流星镖，林晨姐三脚猫公子，臭男人，你别走啊！你给我回来！我要杀了你！林晨姐，你还好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我都受伤了。这什么破技能啊！这回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。关键时刻，一个男人都不在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的头发居然被设定成黄色，这里也有发廊，来，给爷我笑一个。嘿嘿。哇！这木头店还有 SM 服务啊！治疗疑难杂症，这能治疗什么症状啊？肾不好。古代人就是好啊，哼，每天吟诗作对，吃喝玩乐。
不用担心房价，也不用操心股市，真是舒服。那你要不要干脆留在这里算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当然是想把我留在这里，然后回去自己独吞那1000万奖金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先别说的那么远，别说出去了。这个游戏是个啥设定，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呢。就凭你那1根筋从头串到尾的脑袋，又怎么会懂这个游戏的高深莫测的设定？别说我傻，你知道那你说啊。哈哈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所谓路在嘴边，不知道可以问人呢。店家，店家，老板，老板，八婆三位爷有啥需要啊？没啥，我就想问个问题：你们这里谁是话事人？话事人？就是做主的人。哦，我呀。你？我的地盘当然我做主啦。不，我不是说你这间店，我说的是你们整个城市，这个国家，谁最大？哦，天大地大，当然是龙之子最大了。龙之子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嘘，三位爷小声点儿，怎么可以称呼龙之子他呢？而且我们岂敢直呼龙之子的名号啊？不敢不敢。没事的，这就只有我们几个，不怕他。不敢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不过最近听闻呐，龙之子不在朝中，朝中大小事务都是由二王爷来掌管的。二王爷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若各位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小的先退下了。喂，哎，别走啊，先说完呢。二王爷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新意的古装设定。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嘛，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信息，我都能推断出这个游戏在玩什么鬼。那你倒是说呀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现在这个国家是没有皇帝的，所以皇子们之间正处于内斗的焦灼当中。现在既然是二王爷在当政，那说明太子肯定是跑了呀，只留下了太子妃在宫中。你们想想，这个游戏要我们去杀柳先生，那说明柳先生肯定是个大坏蛋，没理由让我们杀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偷听的时候，听到那些妓女说，柳先生是太子妃的亲信。既然柳先生是坏人，那太子妃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么说明，这个太子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肯定要回来夺位的。但他为什么要跑了呢？按理来说，太子顺位才对的呀。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所以畏罪潜逃。说不定他爸就是他杀的。这么说来，这个龙之子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终极大 BOSS。我想这个龙之子肯定是十恶不赦，就连小动物都不放过。大家以为他一定武功高强，但他绝对只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。
什么狗屁功夫都不会，我一只手指就可以捏死他。按照这个设定，这个龙之子一定是其貌不扬，甚至非常丑。耶！天冷了，殿下要保重身体啊。据闻近日江湖上出现了5个奇人异士，身上会发光的，而且听说还有4只眼睛。不可轻信谣言。冷剑，多去打探一下，看情况是否属实。诺。在民不聊生之际，我却无能为力，实在愧对先王和百姓。待殿下重雾之日重回王位，必定能重振山河，令国祚更隆。如今，殿下要保重龙体才是。唉，不知房基在银安殿中可好？殿下请放心，太子妃定会吉人天相，况且有莲雾保护着，有事会及时禀报的。宁神姐，你要不要看医生啊？我们在游戏里哪里来的医生呀？我还撑得住，本来以为杀了那个臭男人，任务过关，我们离奖金就更进一步了。没想到，到嘴边的奖金就这么飞了，还居然让那个臭男人给跑了！哎，宁神姐，你先别想这事儿了，先照顾好自己吧。你怎么了？宁神姐，其实我有点不想玩这个游戏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虽然说每天都在看漫画，里面也少不了打打杀杀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居然亲眼看着2个人死在我的面前，还有一个还是我有份杀的。凌晨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2晚都在做噩梦，我真的害怕了。凌晨姐，告诉我，这只是个游戏，对不对？话呢是这么说，没错，但我们杀了人也是真的。啊！我不要杀人，再这么下去我会疯的。但是如果你不玩的话，就拿不了奖金喽。不玩就不玩，不拿就不拿，我宁愿不拿奖金，我也要回到现实生活去。哼。本来姐还想劝你的，但是看到你有如此觉悟，我也不好拦着你。宁深姐，你跟我一起退出游戏吧。不行的，你还小，你还有妈妈。但是姐姐不一样，姐姐还要赚钱回去，让姥姥过上好日子，还要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姐姐没办法说走就走。好吧，宁深姐的苦衷我也明白。那我等哥哥们回来，我跟他们说一声。我建议你还是不要。为什么？这样不告而别，好像不太好。毕竟，这种离别的时刻总是伤感的，哥哥们肯定也不想看到你离开时的样子，所以，这种话还是姐姐替你讲吧，啊，免得到时候大家太过伤感。好吧，
还是凌晨姐你想的做到？等你长大了，你也会像姐姐一样懂事的。没事的，姐姐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啊，你就自己走吧。来，来，姐姐送你。小明，走吧走吧。那林森姐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没事的，姐姐一个人应付得来的。那我走了。走吧，拜拜。Yes， 这就轻松清理了一个竞争对手。这1000万还不是我的！哎呀，哎呀！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郭思聪先生吗？郭先生你好，我是无忧银行的客服代表，工号167。温馨提醒您，您的账户目前欠款1698452元，若本周内你不能及时还款，我们将向您发出。郭思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别给我装死！郭思聪，郭思聪，开门！郭思聪！老娘我对你算厚道了，你半年没有交房租啊！你现在当我是你亲娘是吧？啊！你这龟孙子，王八蛋 ！Fuck！ 你他妈要不要那么大声啊？我听不见吗？你当我聋吗？我不是怕你听不见，我是怕邻居听不见。整栋楼都知道你郭思聪炒股破产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算是补齐租金，我也不会再租给你。快点给我收拾包袱，滚！我后天就要租给别人了。妈的，你叫思聪，人家也叫思聪，怎么差那么远呢？郭思聪，郭思聪，你他妈信不信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？我让你这里永远都走不出去，我要让你这里闹鬼，我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。哼，我死给你看！你妹呀！谁呀？死也不让人好死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包租婆，不要！包租婆，不要追我！这1000万奖金，我必须拿到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，包租婆！等待是最长的陪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
想要的答案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